看到咱长林的这个绿美化，调这个建筑物，我相信讲透过说明会，大民众讲，大合民众看到这个景色，还会当舒缓内心的一种恐慌，交迄个压力安尼啦。我希望讲这个馆可以稍微解决学甲流浪狗的问题，因为狗仔嘛真正带来咱真侪困扰啊，所以讲这点渐渐下民众来看，透过影片会当下民众安心。我们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教育馆，未来可以进行动保教育的相关的场域，可以提供给国小、国中跟各级学校或是一般的民众来这边参访，有一个专属的动保教育的一个场域，可以提供更多元不一样的面向，让这个动保教育的一个部分可以向下去做扎根。这个园区的一个规划，除了说传统的收容馆之外，我们还有规划很大的一个宠物公园，可以让民众带犬猫来这一边，可以做一个踏青跟休闲的一个场域。另外还有规划相当的一个廊道，还有自容池，整体是采公园化的一个设计。那希望可以美化这个地方，犬舍设计当然就是尽量就是用挑高，然后空旷舒适。那每一栋犬舍它都有一个室内区跟户外的活动区，所以来这边是说像让一个摆脱传统收容所的一个设计，是像让犬猫来到这一个地方，就像来旅馆一样。它一个很舒服、舒适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也欢迎民众带犬猫来这边参访。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基本上学甲动保园区，可以收容400只犬只、40只猫，那基本上都是以学甲为第一优先，能够相当程度的解决学甲这个流浪动物的问题。接下来学甲的动物流浪动物进来以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学甲周边，包括将军、北门、嘉里周边的流浪动物可以进来。那进来不是让它终老而已，最重要的是经过结扎之后推动一些认养。另外一个部分是教育的功能，教育的功能我们这个地方完工之后就非常的漂亮，造型很漂亮，那动物收容又很人性环保。然后也可以作为全国最大的这个动保园区之一。同时，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市集的保留地，所以假日的时候可以举办一些动物趴或者一些市集，可以欢迎爱狗爱猫的人士，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户外的宠物公园都可以。所以这个地方不仅是集保育教育而于一身，而且很重要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地方休闲的一个好的地方。了是管家欢收看4月2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改善行人路权，提升路口交通安全，台南市交通局最近在桂林、安平、咸水路口引进智慧化警示系统，只有行人经过过路线 LED 地发光，提醒头前有过路人和夜间的行车更加安全。交通局表示，目前相关计划也在试办阶段，2个体测试预计这礼拜就当完成启用。民众过马路过路线两边有红色的灯光线条特别显眼，影片铺就放了后，引起一人热烈讨论。觉得这个蛮酷的啊，就是它感觉晚上比较看得比较清楚啊，对于行人的部分比较清楚，比较安全一点。那会出现这款的情景，原来这是台南市交通局为了让过路人行在路上更加安全，在车流量大的路口导入智慧化警示系统，只要系统侦测到过路人正伫咧行斑马线，涂骹灯条就会框出会当行的范围，也可以发光，提醒来往的车辆要注意。其中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利用投影的方式，让提醒右转的车辆在通过路口时候可以注意前方路口有行人要穿越，要
更加的小心这样哦。交通局表示，伫关系警示会当补足传统标志甲标线，伫复杂路口环境当中的不足。目前相关计划也搁伫咧试办阶段，软硬体设备预计伫咧这礼拜会当完成启用。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些行人安全可能会有争议或是发生事故的点，是不是通过我们做这些辅助的系统之后有减少？透过这样的实验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效，比如说转弯的车辆的减速的效果如何？这个我想后续的验证的这个相关的观察跟验证资料的收集，才是这个实验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该系统目前伫咧安平、桂林以及咸水路口进行试办，未来将看成效，并搁推广到较侪路口，嘛希望透过科技手段加强，降低路口意外发生率，打造互市民安心的行人友善交通环境。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客家主祭宫送白蕉祭典伫2020年已经被文化部认定为国家重要无形文化资产。对此别方为了记录送白蕉历史文化甲传承，经过中央研究院艺术李茂峰团队的研究编写，23号正式发表。希望透过这本新册传达民俗祭典，并作为乡土教材，吸引更较侪人参与。由财团法人客家主祭宫发行这本客家顶白带仪式、历史甲着传承这本新册，上午由着主祭宫董事长王文忠，甲着中央研究院的艺术李丰茂甲团队共同来发表。现场出席的包括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以及市府文资处龙教场。董事长王文忠嘛特别感谢艺术团队的研究编写，和国家认定的重要无形文化资产会用的永续来流传。这本书咧是咱由咱诚荣幸，咱大家工作身为现役特别来由着咱中央研究院咱的李丰茂院士来做主编带领着咱洪英发老师洪平洪老师、吴明勋老师王乃正等团队来进行来研究编辑分别就是就白带历史、仪式、各有顶头各有文化资产的传承来进行书写。希望透过这个出版、这个传递咱会当互咱的民俗作为咱乡土的教材、乡土的教材，然后吸引咱的民众、信众会当登记来参与。李该册主编李丰茂艺术嘛表示，团队对2019年开始研究累积，除了见证用定国家文化资产的应用，甲着后续拟定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等，嘛将文化资产的传承甲着相关的规划放入去册内，希望会用个世代相传。就袂到这个传统祭典，这个传统的礼俗，都是因为亲像这种老橡皮、新橡皮，世代相传。迄毋是咱的工课尔，迄叫做咱的责任。在座每一个人拢有咱的社会责任、文化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讲，这个上白搭，大咱手的，咱个记录起来。咱以前老大人想要用文字记载，嘛无容易。但是即摆少年的，即摆这新时代用这种文字，用图像，用这个做这水的一本书来记录。所以有这本书，老实讲，当然甲你先人讲，恁法度交代。客家主祭宫表示，这本册未来将提供客家13个庄，甲着各机关学校、重要的机构、图书馆等单位来参考。加上这礼拜六25号，庙方将举办顶白带祭典，欢迎民众会用透过这本册现场来观察，进一步了解历史民俗的意义。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公路客运不只是城市运输一环，更是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
为了彰显无共年代客运外观，见证台湾客运引进的历程。定汉国际工程顾问公司特别邀请艺术家郑世安创作51件纸公车模型，相当逼真。目前正伫台南转运站进行展览，邀请民众拥有前往参观，重新看见属于城市的风景甲故事。开幕典礼特别邀请家庭高中国家班学生现场演奏为展览加开序幕，嘛为台南转运站加添文化气氛。每一天负责大众运输的公车客运，伫定汉国际工程顾问公司的眼中，伊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当用伫美学，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所以因特别邀请艺术家郑世安展出51件纸公车的模型作品，用有路逼真的手工技术，呈现无共年代客运外观，互大家伫美久的春秋当中看见台湾客运演进的历程。让我们的行变成是个有趣的。那到这个最重要的转折的转运中心这个节点，也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能够让你觉得这个行不再是那么枯燥打瞌睡的一件事情而已。印象中的红色闪电的新南客运，还有八国联军的新营客运，还有这个已经倒闭的新生客运，那个都不存在了。还好有像郑老师这么热心的艺术家，可以帮我们把这些记忆都保留下来，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展览真是非常的有意义。用纸做笔的艺术家郑世安，因为长期关心客运文化，对公车甲城市生活充满热情。一摆创作不止逼真还原车辆的外形，更进一步展现无共年代气氛，相当难能可贵。因为台南本来油井也很发达，造油井的时候要先做骨架，我们把骨架翻过来，就像巴士的那个结构。所以我们展出的目前这51辆车里面，超过一半，其实它的实车是出生自台南。该展览另外一个焦点就是结合 AR 互动体验，互观众透过手机扫描，看见4款车辆的3D 影像，有更加深刻的体验。展期对今仔开始到5月17号，就伫台南转运站，邀请民众拥有前往参观，重新看见属于城市的风景甲故事。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菲律宾嘉美地市伫1980年甲台南市缔结为姊妹市，为了感谢嘉美地市长，顶个月率团到台南交流访问。市长黄伟哲23号透早嘛回访菲律宾，第一站就前往嘉美地市，受到热烈的欢迎，展现两市高度情谊。市长黄伟哲拄结束新加坡国际食品展的行程，随后马上赶往菲律宾进行访问。第一站来到台南市的姊妹市嘉美地市，受到当地市长、副市长带领该市的市政团队、甲个议员热情的欢迎。市长表示，台南甲嘉美地市伫1980年缔结姊妹市，两市奠定了真好的关系。未来希望伫双方的互相来往，会用加强物产、观光、甲教育等领域的实际合作。市长也来到台南，我们也回访。同时呢，嘉美地市，我们在上次经过菲律宾，我们副市长特别派遣副市长来机场跟我们会谈，所以这个情谊我们都深深记在心中。同时，嘉美地市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It's a very beautiful city，所以我们有机会能发展彼此两边的步伐跟观光，不管是学生，不管是产业。我们都很期待跟嘉美地市有进一步的往来。嘉美地市因为临近海湾，有历史古城的称号，甲台南市历史古都真类似。市长黄伟哲只干1.2天的时间，做正式的交流，
充分展现城市外交的行动力，希望会用提升台南的能见度，拓展甲着国际的连接。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生成式 AI 影响全球，台湾市政府嘛将 AI 技术用在文化保存，宣布推出台湾市文化内容生成平台，打造全台湾头一个文化 AI 影像的生成模型，透过将近1万张的台南老相片来训练 AI。互科技成为保存城市记忆新的工具，也提供文化创作者更友善的创作平台。请击掌。台南市长黄伟哲与 AI 黄伟哲共同击掌，象征科技与文化的跨界合作。这几年，生成式 AI 影像技术普及，输入文字就能生成图片，但常常出现文化失真的状况，因此宣布推出文化内容生成平台，打造全台第一个文化 AI 影像生成模型。这些国外训练出来的通用语言模型，其实他不懂台南，他不了解台南，所以他产出的结果，是混杂了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所拼凑出来的影像，它没有办法表现出台南真正的历史的样貌。未来所有的影视创作业者或者是视觉设计业者，他们其实要呈现出老台南的样子的时候，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做更完整的一个搜寻。平台具备文字生成图片、局部重绘以及老照片解析度放大等3大核心技术，以将近1万张的府城岁月老照片作为基础，和专业文史工作者合作进行资料标记与 AI 训练。创作者只要输入文字描述 ，AI 就能生成符合台南在地建筑风格与历史氛围图像。台南400的历史，事实上是靠历代的人，包括现在人一起建构出来的。那我们希望在整个400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位千万不要缺席，配合现有的这个 AI 科技，加上我们的老照片所建构出来，过去台南形塑出来的一个历史以及城市的图像，那能够让很多市民朋友们在回味那段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在用 AI 来建构的时候，它的背景不是一个根本没有台南味，甚至你自己都不认得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图像。照片征集1989年以前在台南市的自然人文风景、市政聚落街景以及各种建筑外观，搭配文化内容生成平台，借由老照片培育 AI 资料库，开创传统档案的新应用。记者郑怀谈的报道。最近网络有消息传讲，骑机车咧等红灯的时，若无用双卡停等，就会被开单罚1800块。嘛，互看见信息的民众拢相当怀疑，究竟感受相关的规定？下面对着咱今仔日你搞懂了没单元做回来解答。骑机车是不少人的通勤首选，尤其在高雄，家庭机车数更是6都最高。但骑车在路上遇到红灯的时候，你会选择单脚站立还是双脚触地呢？单脚，习惯是单脚。停红灯就是扶着单脚，一脚在着地啊。一般都是双脚。双脚比较安全吧。近期在网络上有消息流传，如果骑机车等红灯时没有双脚着地，就会被开罚1800元。对此，民众的看法又是如何呢？被罚1800，我好像没有听过这个问题耶，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网络消息。不行，因为我没有影响到别人，为什么这样要罚款？好奇怪。不相信，因为单脚双脚是个人的习惯了。这跟交通没有关系吧？
就现行的交通法令呢是没有规定说机车停等红灯的时候是要双脚或者是单脚的方式来做着地。那其实只要车辆保持静止，然后不要违反其他的路权规定呢，都不会受到处罚。打开手机，各种消息接踵而来，不少内容看似真实，却可能是错误甚至捏造的资讯。一旦被大量分享，就可能会让更多人误解规定，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就是你要自己去回到那个主管机关的网页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最新的法则。通常如果是宣导期的这种法则，它一定会放在非常明显的官网那个地方，所以一定要去看。看完之后确定之后，才会知道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然很多的法则的规定都会是以讹传讹。网络资讯传递快速，也让许多假消息有机可乘。许多未经证实的内容，常透过亲友间的讯息散播，在善意提醒的同时，也可能让错误的讯息扩散。因此，建立正确的媒体识读观念，才是避免以讹传讹的关键。记者李品荣、洪俊杰高雄报道。为了推动人本交通，基隆市推出庙口夜市的行人优先计划，除了加强设立行人优先的标志，也有车速管理等等。该计划将于5月1号的正式实施。基隆市政府交通处表示，为了因应中央的最新政策，他们特别针对庙口夜市周边规划了行人友善区，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有效规划，一方面能够法制化，另一方面也能够保障夜市的游客行走安全，落实行人友善。根据我们的数据统计，我们114年的1到2月的行人案件数，比较115年的行人案件数，行人肇事案件数，从我们114年的68件一直下降到22件，所以减少了68%。那行人的一个死伤数，在114年也比113年进步，从我们全国排名的本岛的第18名大幅的进步到本岛的前2名。那显示说我们市府这边以人为本的这个整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是非常的有效。那根据我们内政部的一个电信的一个信令的统计，我们庙口夜市周边包括我们假日的一个人流的一个密度每公里高达28万人次这个部分是全国第8名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庙口夜市这附近有大量的人行空间的需求，所以我们依据中央的规定我们来打造一个全部以行人为优先的一个生活的空间，这个就是我们的行人友善区。对于外来的观光客，他在穿越马路的时候，常常也是会局限于在那个斑马线的范围内。但一旦那个地方划为行人徒步区的话，它绿灯可以走的时候，就整个路口都可以走，黄网格也可以走。那这样的话，第一个增加它穿过的速度跟安全，第二个是摊商也不会无所适从，因为人家摆在原来合法的位置上，但是却有斑马线的时候，他会受到一些舆论的压力。那透过这个方式呢，在现场有个标示说下午4点到凌晨24点这段时间是行人友善区，那人行人要过马路不限定要在斑马线上，这样大家走的也比较安心。因为目前在爱市路的路段，基本上就是从4点开始到凌晨12点这段时间它是肯定的是一个夜市观光的地方嘛，所以其实不太会有车辆的一些进出的问题。可是，在4点之前的这些额外时间，像现在会有看到汽车也好啦，机车也好会有路行。那当然希望在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希望来去减低车速，可以让大家在行走上面是比较安全。那行人友善区大概有几个重点我们要做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行人友善空间的一个塑造了就包含我们行人的友善区的一个路口，比如几个比较重要的路口我们会做一些行人友善区的标志再来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人友善区的一个铺面的一个改善就是让人家一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铺面或报上行人友善区，就那个车子就知道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行人友善的区域那我们也会做一个降速的一个管理，就是速度的管理我们在几个重要路口，我们都会把速度从现在的每小时50公里降为每小时的30公里这个速度所以我们都会有降速的管理的一个牌子让个车子从这个范围进来的时候就会自动降速。那如果行人跟车辆有冲突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时间就会比较大，也比较安全再来就是配合我们庙口跟夜市的摊贩的一个营业就下午4点到凌晨12点这段时间，我们会进行
就是车辆禁止让它进入。那第3个要件就是有几个重要的路口，我们会进行一些护栏的改善，还有铺面的改善。那这个部分的话，就让路口比较净空了，行人跟车子比较不会冲突。市府交通处表示，透过有效的管理规划，让基隆庙口夜市朝向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更加安全，让基隆的美食观光发光发亮。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太空科技对科技的探索加向产业应用，嘛成为后一波全球竞争的关键。对此，新北市教育局嘛宣布启动全国首创的星空科技人才培育计划。该计划将结合全市16间职业探索中心、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打造跨学制太空专业人才。随着低轨卫星与太空通讯快速发展，太空科技成为全球竞争的关键领域。新北市教育局近日宣布启动全国首创 New Space 新北市星空科技人才培育计划，整合职业试探中心、高中职及大专院校资源，打造跨学制的太空人才链，从国小启蒙到专业培力，系统培育未来的航太科技人才。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太空科技已逐步走入日常生活，成为未来基础建设的重要一环。新北率先整合全市16所职业试探中心与各级学校资源，让学生从小接触火箭、卫星与感测器等前瞻科技，透过想象、理解到实作的学习历程，逐步培养未来产业所需的能力。我们除了在11月份我们会举办我们的一个太空科技教育展之外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课程研发跟师资培训，我们会结合产官学的资源，我们有整个台湾最顶尖的学者专家，还有民间企业相关的资源，结合我们16个职探中心，还有我们的高中职、大学等等，把设计一个完整的人才培育，尤其是太空科技教育的很重要的扎根计划。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计划能够为台湾的未来太空教育来做一个扎根。那透过3D 一个策略最重要的是梦想、发展跟连结这3个步骤，我们期待台湾可以未来的太空科技教育可以透过这个计划能够带动整个未来人才培育的重要的一个契机。 New Space 新北星空科技人才培育计划以梦想、发展、连结3大面向为核心，建构从兴趣启发到产业接轨的完整学习路程。在课程设计方面，新北市携手产官学单位，将火箭、立方卫星与感测器应用融入教学，让学生从理论走向实作，提升学习动机。在这个课程中，让我学到了卫星的运作跟程式要怎么编写，然后让我更认识卫星有如何的一些技巧跟制作的方法。新北市教育局表示，今年暑假将推出太空火箭体验营，并于11月举办太空科技教育展，持续扩大太空教育的推动量能，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人才。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23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
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